才会用椰子水去煎烟肠。因为在打，我像我想讲，以我唔改变烟肠，我烟肠较有看头。对对，所以我就用水落去煎到吼伊足打了吼，先豉油甲伊煸出来。这文化的融合，互伊伫咧烟肠内底完成啊，安尼有够牛的啦。即摆吼，我有一个主意啦，要甲人输赢，因为哪有人食烟肠无咧拍的啦，哦，我知影，对不对？想办法啊！我讲，咱要甲这个文化带来越南，互因知影烟肠爱用拍的，免钱就食会到，爱若拍赢咱生意，先走。姐姐，叻嘢，叻叻，来，啊你甲讲，甲放就是爱讲18啦，你甲讲18啦。哎，然后那这样，去一粒数一般都18啦。 18啦！哎来一粒数。 You first, yeah. 18啦，哎耶！下面人，这是你找代志做的，你这就这样，这烟肠你准备好吼。准备好。 18。